大家安，父亲节快乐！哇，V 娟又少一点。有没有发现我们好久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唱歌了？有没有？哇！因为我从5月份开始一直都太忙碌啦，所以我都觉得我很像从5月份开始没有好好的给大家一次就是比较正式的歌回。然后我今天原本忙到早上还在想说，奇怪今天是有什么节日我忘记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日期才发现，靠，88节。我们以往的惯例，88节一定就是要好好的唱个台语歌，献给你各位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各位要做爸爸的，或者是你各位的老公的老公，巴拉巴拉什么都好。我们今天来好好的唱。要说唱台语歌，但是我前2天也唱了，但是总觉得好好的开一次歌会吧。这样讲的很像之前的歌会，好像都不认真。我之前的歌会也很认真，对吧？对，我好大。对，父亲节快乐！你们今天选择哪一种父亲？你们好坏，你们超坏的，气死我！气死我！小心我今天把它完成父亲节的形式哦。此父亲非彼父亲，但是感觉也是有环环相扣的，因为每个父亲很像都很怕父亲节，因为总是荷包要被父亲。小心我今天让你们完完全全父亲哦。这么坏，好意思讲，像风一样的男子，还有那个长官，现在给我在后面夹鸡鸡不出现，气死我！又在欺负我，他们又在 DC 欺负我。不过不得不说，那个我只能说真有才啊！来，这实在是太有才了。首先是我们很坏的像风一样的男子，跑去发那边留言，金明看似知名死则烹。好，然后有了这个起头之后呢，然后 DC 的长官，我看一下那个去哪里了？等一下。长官，等一下，好 ，DC 的长官马上又补上了什么？唱歌舞墨数学空，什么叫数学空？我不止数学空，我英文也空啦，自暴自弃。然后玩弄、受弄、车如风，若问一句来总结，看似精明实则烹。这实在是太有才了，可恶！这实在是太有才了，坏透了，很坏！你们就不怕我今天真的变成父亲节吗？把你们掏空的父亲，你们这群坏爸爸，你们这群坏爸爸，很坏的老公的老公们，你们全部都要被弄松了，都要被掏空了，都要被你们的老公弄得丧，好事啊！好啦，谢谢你们的创作。等一下，我觉得这真是太有才了。于是呢，我想一下，刚好在今天这个节日違います。等一下，我想要把它置顶一下，等我一下哦。然后，前面跟后面一定都要精明干练的嘛，所以就精明干练。然后我要置顶一个。非常好诗句，超坏的好不好？全部都要被弄松。然后我想说，我置顶连结至少放个可以宣传的东西哈。我看一下。然后我跟你们讲，我不是自己因为太想吃那个爱阳甜点工作室的那个点心，然后我自己又下定，对不对？然后我自己抽到了小寿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这么多张，然后他就给我一张还是隐藏版的小寿卡。我看着这一张卡超尴尬的，我怎么会抽到这一张小寿卡？气死我了！每个都在气我，气死我了！好啦，我们就接生的好了，来，每个都在气猪猪，每个都在气。好，等一下哦。我是小寿，我居然还收到自己的小寿卡，怎么回事？气死我了！等一下，他为什么不啊？我有传出去吗？
有了，我想说他干嘛吃掉？认真的会。然后也谢谢就是这次捧场爱阳工作室的大家。好，我这边都有收到了，就是大家后台的订单，就是每隔1个礼拜，就是爱阳工作室那边都会主动跟我，就是把大家的订单秀过来给我看，这样子。好，谢谢你们，对，都知道有谁订了，对，然后谢谢你们的捧场，就是这次的档期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甜点，然后板板也很给力的，就是印了6种版本的拍立得，没想到他这么喜欢我们这次刘妈就是设计的这个。好啦，很坏，但是我知道这个只是你们的爱比较迂回而已，你们的爱就是比较迂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好啦，我置顶了，好不好？好诗，但是我前后段还是用精明干练去掩盖住了，不是掩盖，对，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精明干练是本台精髓，好不好？容易他们都欺负我了，我要让他们付清，可恶！你们今天全部都给我付清，气死我！好啦，不管付不付清，记得要陪伴爸爸哦，好不好？不管是一个简讯，或者是说你们今天现在在跟爸爸吵架之类的，但至少一个父亲节快乐不能少啦，好不好？对啊，越是长大越发现这些日子真的是跟家人的一些点点滴滴，越是长大真的会觉得越是难好好的吃顿饭吧，因为就有时候就算连吃顿饭感觉都时间抽不出来，这个也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大家真的都太忙碌了。对，不过毕竟是一家人啊，对啊，所以如果你们感情很不好，至少传个讯息也好啦。如果你们感情很好，那就抱抱吃顿饭吧，想亲亲也没问题啊。不是让你们嘴巴亲嘴巴啊，那个实在太 over 了，亲亲脸颊什么的，我倒觉得如果你们还是会这样对爸爸的话，爸爸会很开心哦，好不好？欢迎各位，不管你们是准人夫、准老公、老公的老公、阿公、阿祖或者是已经去当天使的，但是现在面临到正值7月我们台湾的睽节，你们聚集在这里听歌，不管是实体的还是不是实体的，你们都欢迎，好不好？对，就祝1年1度父亲节台语歌会，我们今天还是会照惯例举行。差一点忘记，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台语歌实在是唱爆了，唱到烂掉了，我就差一点忘记今天父亲节是1年1度要唱台语歌的节日啊！大毛老师伊拉塞，对，有时间多陪陪家人，好不好？尤其是在外工作的你们，已经有很久没回家的也没有关系啦，因为现在就是工作都忙碌，生活都忙碌，但至少可能1通电话、1个简讯，这样子也很棒啊，好不好？不是实体，你们现在在线上有办法打字的都是实体，但是我们面临到中元普渡嘛，我们现在是农历7月 PODO 嘛，对不对？那基本上呢，没有实体的那些可能已经往生的那些，我只能说先人们，如果有意愿聚集在这边听朱蒂卡的台语歌，我也是算是一个福报啦，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好吧，不是啦，你们都是实体啦，你们都是实体，好不好？好啦，我先一一打招呼。来，哈瓦父亲节快乐，然后泪泪并发作E父亲节快乐，哥布林小兵父亲节快乐，阿英师父亲节快乐，然后 Joker 父亲节快乐，牛皮父亲节快乐，然后我看看这位是长官父亲节快乐，祝福你马上做父亲哦。长官马上做父亲，其实基本上也是很合理的嘛，毕竟是人夫了。然后小鸡头父亲节快乐，然后新秀2父亲节快乐，像风一样的男子父亲节快乐我真的是谢谢你起了个头啊，好棒哦。然后小嫩叶父亲节快乐，对我好大，我今天就是会大大小小的大小这样子，对，切换一下分镜这样。然后怀特比格父亲节快乐，然后黄源父亲节快乐，周然父亲节快乐。然后对，你们坏透了都很坏，你们这群爸爸都超坏。然后我看一下，还有公孙乖乖父亲节快乐，马芬父亲节快乐，大燃烧神教父亲节快乐，然后安迪先生父亲节快乐，大猫老师父亲节快乐，然后还有伊莫拉妈妈父亲节快乐，
好，我们这个基本上不管是父亲节、母亲节都非常非常伟大的伊木拉妈妈啦哈。然后阿叶父亲节快乐，然后还有追生者父亲节快乐 ，Howard 父亲节快乐。然后我也欢迎大猫老师成为了我们的猪仔专员了哇！自主掏出了我们的魔法小卡，我们获得了大猫老师认证，谢谢大猫老师，也祝你父亲节快乐哦！知否父亲节快乐。然后嘿 Joker 父亲节快乐，毛毛马铃薯父亲节快乐，是，你们今天如果想父亲的话也很欢迎啦，好不好？欢迎随意赞助父亲哈，大额小额都是好额，欢迎就是随意赞助随意父亲哈。哇，感谢各位爸爸们，你们今天是打算用会员的方式付清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不管是用赞助的方式还是会员的方式哈，支持这个频道、付清这个频道都非常欢迎哈。感谢各位的付清哈，感谢你各位用会员的方式哈，父亲节好不好 ？OK， 玉玲父亲节快乐！哎，500父亲节快乐！今天的这就是精明干练，谢谢。父亲的钱包，好啦 ，OK， 记得如果说你们真的要跟爸爸吃个饭。记得自掏腰包哈，不要再让爸爸出钱了。如果你们有自己赚钱的话啦，小小哥，父亲节快乐！你已经父亲了，不要祝。听到父亲两个字很怕这样子。好啦 ，OK 啦，每个月大家都在父亲，好不好？那基本上大家就量力而为，好不好？月初就要父亲的话，后面几天要很小心。好啦，但是为了自己的爸爸父亲，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啦，好不好？对为了自己的爸爸，然后。红尘水饺说什么东西没有？父亲节哭哭，排斥可以拉塞，父亲节快乐。然后怎么碰啦？你们想请爸爸吃兔兔，基本上你们可能要那个什么麻辣兔头什么的。我的好姐妹去成都，我好姐妹去成都还照相给我，她为什么要去成都照麻辣兔头给我啦？每个都在迫害我，我没有吃兔兔。我没有吃兔兔，为什么就连我好姐妹也要照麻辣兔头给我啦？超夸张的！一鸣父亲节快乐，龙飞父亲节快乐，祝福你们各位，不管是准人夫、准爸爸，或者是有规划要当爸爸或者是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阿祖都可以，好不好？或者是仙人们，目前我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愿意过来听朱蒂卡唱的台语歌，非常开心，好不好？知名干练油只是什么放太久长草，你们可以除草啊！维特比哥父亲节快乐！我不对啊，麻辣兔头，我那时候他传过来的时候，心里想说，那一坨一坨的是什么啊？那一颗一颗的是什么？然后我想说不对，我想说不是吧，这不会是传说中的那颗头吧？然后他说对，麻辣兔头，然后我就电脑前大叫。不行，真的是兔子的头的形状我的天哪，真的要尖叫了，我天哪！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的那种感觉，尖叫声！要去什么招领的那个？不要！我很胆小的。对，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礼貌上就是这一个月可能就是礼貌上跟他们打个招呼，但是可以不用留下来，好不好？可以不用留下来，我的胆子非常的小。跟屯爸说一声，他的女婿好，那你要跟你的岳父讲，不是跟我家的岳父讲，你可能跟你的老公的爸爸讲一下，好不好？对啦，不好，父亲节快乐哦！大家记得今天都跟爸爸打个招呼啦，不管你们感情好不好，至少打个招呼。整个形状都出来了，感觉超可怕，好不好？超可怕！没有一只兔子可以逃离成都，是Joker没有错啊，对。就是一开始看他毛骨悚然，但是之后就好，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麻辣兔头啊 ！OK， 见识到了。蓝色丫丫伊拉塞，欢迎大家父亲节快乐！今天记得好好陪伴自己的爸爸，然后如果身边有爸爸、阿公、阿祖的，都欢迎揪过来一起听台语歌，或者你们可以把链接丢给他。猪猪今天会唱一系列的台语歌来庆祝父亲节哦。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频道已经来到了第3次的父亲节台语歌会了，代表我们这个频道真的是就是托大家的福啊，对，托大家的福啊，除了欺负我之外，很挺的呢，是不是？欺负我之外，还知道要支持这个频道，好不好？给过，好不好？谢了来仔，好了。
然后对大家安安，阿锦父亲节快乐。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一来就讲兔兔？不需要，我知道兔兔是优质蛋白，好不好？我知道兔兔是优质蛋白，它脂肪很低，可是我可以不要吃吗？我可以选择吃鸡、吃猪、吃牛，好不好？我可以选择相爱相杀、自相残杀。哈哈，老师救命！他们在说我吃兔兔。哈，老师父亲节快乐，吃下去就会真香，这样子吗？我不要吃兔兔，我不要啦。除非真的饥不择食了，对，我打死我都不会吃兔肉，好不好？叶小英，感谢父亲节快乐，感谢你的父亲，感谢您赞助30块，父亲本频道，好不好？谢谢，感谢各位父亲们哦，或者是正打算父亲的你们，或者刚刚已经有用会员父亲的大家，以及现在才会聊天室父亲的你们，好不好？谢谢你们。什么叫除了碰还是碰啊？你才碰，你全家都碰，你家碰，你转鬼回来弄碰。有没有觉得这句话用台语讲比较有力道？我们要吃兔兔啊！うるせえ，君たちうるせえよ。もうキリがないよ，君たち。不管有没有吃兔兔，不能被打死。好了，我快点唱歌，我们快点唱歌，我们就不会围绕在吃兔兔这个环节上了嘛，对不对？对，我快点唱歌，我不要理你们了。对，我唱歌就赢了，对，我只要唱歌就没问题了。只要唱歌，我 echo 声出来了，我听到不？我现在有 echo 吗？有吧？这不是我们缺德的三哥，等一下，缺德的三哥父亲节快乐，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缺德，只是我一直很在意他是不是义德，我很在意他是不是三哥。于是某一天他就问说，那这样他是不是就变成缺德的三哥？我说对，你是缺德的三哥。好，欢迎大家父亲节快乐。好了，外卖哥啦。唱歌围绕着碰，不会的。我们今天高几率就是我们知名干练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打，好不好？我们今天父亲节呢，怎么可以不知名干练？我们主打知名干练，好不好？Sefa 父亲节快乐！欢迎各位准人夫们，好不好？各位不晓得是不是有规划要做爸爸的，但是总之就是父亲节快乐，好不好？记得跟爸爸打声招呼，好不好？砰砰之力，沈月父亲节快乐！吃兔兔就像昨天的什么正文曲，我觉得正文曲其实很适合今天唱出来，就骂倒你们这些臭爸爸。但是我不要现在唱，我要最后再唱，你们要聊到最后我才要唱，最后再唱啦。今天我觉得正文曲很适合然后唱完之后来好好骂你们一下，然后撒娇一下这样子。OK， 来，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先从今天这个情境真的好久没开出来了齁。我从5月份开始一直在赶着自己的原创曲的曲会，然后好多事情要忙，哇，忙到不行。来，我们就从这首歌吧。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台语歌，欢迎把链接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妈妈也可以啦，阿公阿嬷、阿姐、金伯，或者是或者是阿姨、姨伯，还是虾米祖宗18代，或者您觉得猪猪唱的真的不错，直接就是放给你们家的先人，好不好？我们超度先人的那个先人，不生气的话，欢迎大家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到顶来听阿迪卡丘台语歌曲哦。好，我们先从新会开开始吧。好怪，再听一遍。我不要理你们。好，我们来唱新会开哈。这个版本，淡薄大声。这个版本没唱过，试看看吧。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枝草，一条路，因为黑白母嘛无卡纸，只要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凉啊凉天天，我飞啊飞上天，咱何时才会当？哎呦，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明茫茫，我明红红。好，欢迎哦！即使是天上的阿公也可以，好不好？欢迎全世界的爸爸都过来听，父亲节快乐！希望你来作伴，我的一生交予你来花，只有你上适合。人未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你，我甜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甲你亮啊亮天天，我飞啊飞上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哟？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明茫茫，我明红红，我明红红。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明茫茫，我明红红，我明红红，我明红红。好哦，第一首歌就是千娜，李千娜的心花开，哈，这首歌真正就过最的心花开。不过这首歌，我认为啦，普遍啦，阿公阿嬷还是恁的爸爸，应该是没有共鸣哈，因为伊伤少年啊。咱后一首歌来唱一条，恁爸爸绝对有共鸣的车站。其实车站的站怎么念，我也一直被纠正，车站是车站还是车站？等一下，我妈可能要冲进来纠正我了。我妈常常冲进来纠正我，我觉得很好因为当下纠正对我而言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我可能就是收台之后马上又忘记我讲了什么这样。感谢 Super 谢谢。我觉得今年10万，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对，我觉得我觉得就佛系啦。我觉得订阅数基本上是就佛系，可是我很感谢，其实那个有点像是酝酿的一个力量吧，就是说我从5月份开始，应该说我从今年3月份开始啦，已经就开始在筹备我的原创曲嘛。那当中其实遇到很多伙伴跟贵人，对，其实他们有一些其实都很肯愿意帮猪猪冲订阅。以及我从3月份开始，刚好就是除了忙原创曲之外，然后还有我开启了我的原创访谈嘛。那其实这些以前绘图界的老战友，他们有一些已经是在台湾人气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他们也很肯帮我推广。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环环相扣的一些缘分，所以就很谢谢啦。就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暴涨，其实就大概知道他们在干嘛。谢谢你们。对，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开到第3次的爸爸姐台语歌会，好不好？我们期待还有下一次，甚至更多次。谢谢你们。掐章是掐簪还是掐章？哦，这个念不好。谢谢安迪先生，谢谢塔瓦，谢谢薄荷，谢谢永妹酱。谢谢你们，谢谢公孙呱呱，谢谢你们。掐章我记得不是陈磊的掐章很像是，是张秀清吗？好久，这个你阿公阿嬷绝对有共鸣，绝对知影这首歌就有名花
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伤心来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酸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才等我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哦，单独的是客张型靠站，我可能要问我爸爸，我爸爸对陈雷的歌也很熟悉。对啊，这首歌真的是台语经典老歌的经典中的经典呢。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伤心来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酸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才等来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酸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才等来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爸爸很喜欢这首吗？夜莺，这首歌基本上老一辈的不可能不知道，太有名了。汤姆先生，父亲节快乐！谢谢，这边干练哦。嗨，崔克，不要闭口哦。谢谢谢谢，我就是常常会被纠正。口合音跟闭口音，下下当当，那我应该是单吗？单不是单都这样，我个人哪有？感谢月英选择用加入会员的方式，父亲猪猪频道，父亲节快乐，谢谢。哦，就当哎，就单呢，对，很湿，就当当当啊，湿湿的当当哎，当当当当啊当。就当啊！我不会念啦，等一下诗就当台语大声当 Only you 子兰父亲节快乐，真少父亲节快乐。不是，等我一下。是，不，我要等这个目蛋蛋，这是湿湿的意思。蛋目蛋就蛋，那弹呢？蛋短啊，应该有弹这个字吧？
飞弹。学姐，这个学姐伊拉塞，父亲节快乐。就蛋呢？那弹呢？烂弹，烂弹啊，下弹，应该是安尼吧？弹呐，弹呐，下弹。所以弹的这个音应该是跟这个一样吧？烂弹，也不是吗？蛋奶哦，蛋奶哦，蛋奶哦。下弹弹。胆，它好像也是有合口音诶，胆下胆，这样才对吧？胆哦，他叫我念胆，好，感谢各位台语小老师，下胆，原唱怎么发音哦？对，很像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好，谢谢各位台语小老师。我之前其实常常开台语歌会，就是可能会被人家植入错误的观念，就说你台语很好，但是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是温刀公告熊辣才的，我是我们家讲的最烂的那个。对，所以我有很多发音都是观众边听我台语歌边帮我，就是把正确的音揪过来。像希腊鸡翅嘛，给希腊，我以前都念给希腊，但是其实是给我以前都念给希腊，对，很奇怪，对不对？但是被纠正过来才发现，说我以前到底在念我两三回，对，其实应该是给希腊，对，然后我以前都会念成希腊这样子，就变成好女朋友。对，所以台语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是累积上来的，对，只是我就是比较爱唱台语歌，但是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好。可是我就是比较敢讲，对，然后讲错就被大家笑一下，喝完就笑啊，都好拎球啊。谢谢毛毛马铃薯。胆没有闭口音吗？收尾舌头上钩碰到啊，胆是这样子。天哪，派翠克这个是台语达人呢。胆所以好当对，那我会分了。当这个东西当，这个名叫当下当，这样我应该就发对音了吧？就是我把我的舌头往上顶上去，就像我女朋友是鸡翅啊，怎么样？越穿越拉塞，嘿，我也觉得没问题。谢谢你们。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一首歌。好哦，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有恋爱感诶。瞬间学会怎么发音嘛？其实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普遍有在接触台语的这些怎么讲，可能网站或者是说会去看一些他们的那个教学影片的话，大概啦，就是稍微观众如果肯点的话，点一下，我自己会试着去发音看看这样，但是搞不好也不是多正确，只是稍微有做到那样子。来，咱来唱一条歌叫做《N C》，就是我头壳顶的这篇《N C》哈。这样 N C 这样就好听诶 ，N C 很甜的歌哦。这个物件当诶，声但是我没有闭口。你看台语就是超级奥妙的，好难哦。然后淑瑜父亲节快乐，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今天记得跟爸爸打个招呼，不管你们感情好不好啦，至少打个招呼也好，好不好？现在头上烟吗？我今嘛头壳顶无呢，等下我头壳顶，我盐水，我盐水出现啦！我头壳顶的盐水出现啦！但是今嘛恁看袂到，好啊，我的麦克啦，我的麦克顶管就有盐水啊啦，好不？安尼好不？好啦，我的考网回来，让来唱这条歌叫做盐水，来，我要抓哦，我要抓，它一开始有点难抓。爱玲，等一下哦！不是，怎么变成 BGM 了？我的 AC 呢 ？AC 胖去啊！我的 AC
汤蛋哥伊拉塞，父亲节快乐！有哈。好，我们从头哦。哦，好好听哦。这首诗是乐团阿信做的词吧？因为我记得林怡很像是他们的学妹。爱淋漓我斗阵，爱真亲像烟水，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你平凡的人生有欠啥物？敢有人好斗阵？你繁华的现实，醉生梦死，不知我讲是你冷色的面。青春短短，逝来逝去，感情定定行枉费，丢丢也过了年，好也歹也健康破病，有情的人踮伫身边，才了解分袂开。爱人离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拄好你介意，拄好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就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欢迎大家，雅晨父亲节快乐！大家都父亲节快乐哦！青春短短，逝来逝去，感情定定行枉费，丢丢也过了年，好也歹也健康破病，有情的人踮伫身边，才了解分袂开。爱人离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拄好你介意，拄好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就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爱人离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有你来牵手，感情像牵线，甲你平凡我伫脚也山顶爱美。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烟水虽然我甲你上好来斗阵，对我慢慢那变啊，艰苦嘛甘甜。好的，林忆的 N3， 感谢聚集在本频道庆祝父亲节的大家。哎，等一下，怎么没有？我们要循环，等一下，下去，我不要循环。我本频道的宗旨一向都是精明干练，好不好？我刚刚对那被盗账号，对，好，香菜可以下去了。好了，谢谢。感谢聚集在本频道，我刚话说到一半，
我是只开平常日的中下午台的迪卡豚主机。欢迎大家父亲节快乐！欢迎老丁接老卡阿母接阿爸，还是阿姆接阿伯拢是会使啦吼，还是隔壁迄老王接小三吼，过来听歌曲吼，过来听台语歌曲。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台语歌会很开心，在此毕生可以开到第3次吧。对对对，就做这个频道活动2年半以上了吧，2年半多。对，然后常常唱台语歌。对，非常的常唱台语歌，但是父亲节呢，怎么可以没有台语歌？于是今天又是台语歌曲，又是台语歌会。账号是，对我账号是我平盘被盗，但是你放心，我下一秒马上就可以把本账取回来。对，好啦，欢迎就你们家的长辈们，不管是不是爸爸、阿祖、阿姆，都可以，好不好？喜欢听台语歌的长辈们。或者现在刚好这个时间，应该大家都在上班休息，然后直接把连结丢给你们最敬爱的那位长辈就没有问题了。麻烦大家，我是迪卡屯主机，来，我们下一首歌。就这一首吧。祝福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不管你们真的感情好不好。传个简讯也好，好不好？如果你们真的也很久没讲话了，至少表达一个祝福或者是问候。如果你们感情很好的话，倒是没差啦。基本上就去吃饭啊、聚餐什么的，应该也是免不了哈。こんにちは、いちかちゃん、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老婆的自然管理一言难尽，你们放心，我马上就拿得回来。大姐，父亲节快乐，欢迎你们。也感谢你们今天才会聊天室，以及加入汇集父亲这个频道，好不好？父亲这个频道，感情好到可以讲干话，没有错。宝贝，来，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每次我听都会觉得好宁静哦。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家和万事兴的代表，然后。你也转给辉亚，真的是好好平平安安的，真的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就觉得夫复何求啊那种感觉。先给大家祝福你们阖家平安。宝贝，窗外清风一直吹，心事要讲袂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日来坐，双亲头鬃渐渐白，情爱啥人会出陪？无讲出的一句话。只有跋杯问天地，问世间因缘怎轮回？事业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都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斗对欠偌多，为何情义情深无地做？虽然借款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
相亲头鬃将将白，真爱啥人会自卑？无讲出的伊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有也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都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问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情深无地做？虽然借款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定定无声头咧咧，看着混乱的土地，情深最后跋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跋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在第一台看台的时候，就不晓得怎么跟自己家里的长辈形容说我在做什么事情？那种感觉会吗？就是现在把这个连结丢过去，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让他们知道台币也是会唱一些他们听得懂的歌的，好不好？江蕙二姐宝贝送给大家。来，我喝口水，紧接着进行下一首。哦，什么砰砰能量？没有，我今天尽可能的保持鸡鸣干练。当时我从屯巴那边抓，对呀，其实我台语歌就是很多很多歌单都是从爸爸那边来的。小时候其实不听哦，也很不喜欢听，因为就觉得可能因为很腻很烦吧。长大才发现，这个真的是国宝啊，真的是国宝。对啊，很多台语歌都很赞的。下一首歌，哥布林扫兵拉塞，你都在看唱歌综艺节目吗？哦，这样子他们也是可以懂啊。对对对，啊，摩擦伊拉塞，父亲节快乐！妈妈还帮你买周，雅晨妈妈居然还帮你买周边吗？好挺哦。哦，去水上头啊，真的吗？你要去找丁爷是不是？大姐要去找丁爷是不是？天哪，你记得讲说你是那个猪猪的经理会籍，我不知道。虽然说丁爷他说他的那个活动已经过了，可是以他的个性，他绝对还是会交代，好不好？你们只要有讲就一定有，吼，要讲哦，不要不好意思讲，哦，不好意思讲。好啦，可是我们家总裁跟梦欣或者是经理人，大部分都不好意思讲，到底是在客气什么？不好说啊，毛薄荷。很久没有来，发现摄影机好像变厉害了嘛？应该是说，就说这个系统很久没有用了，因为之前还没有面补的时候，对，之前还没有就是我们猪儿子赞助的这个 iPhone 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慢，我没有办法就这么咻这么利落的，对。然后而且那时候刚好就是从5月开始又一直在忙可能自己的曲会，然后原创曲以及自己的访谈节目。所以我总觉得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开一次歌会给大家了那种感觉。然后今天觉得说，哇，又迎来1年1度的爸爸节，
我们是否该认真了？该认真开一次歌会了。都是秘密去吃啊！你又给我秘密，你们确定都要这么秘密吗？你看，现在都一群总裁，一群萌新说就社恐，然后谁不说的？你看，就是这群人，就是他们这群人。对，我这个滤镜也很久没用了，的确是这样。对，来无言花。不会跟爸爸有关系吗？不一定，但是绝对是爸爸他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我跟你挂保证，不见得或许跟爸爸有关系的，因为台语很多死人歌曲。可是呢，这些歌一定爸爸马上听就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我就是猪。快点献给爸爸，快点传连结。今夜冷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有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火，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地？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地？破碎是啥人的心肝？大家都私下怎么样？哈哈，老师，快点哦，讲清楚哦。这是要偷偷比较丁爷的烧肉吗？好，欢迎去，欢迎去大快朵颐，好羡慕哦。水上离我家太远了，不然我应该会常去吃。啊，广财吗？我喜欢这对 CP， 我也很嗑。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地？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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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言花这首歌其实萧敬腾也有翻唱过，我这首歌也是很常听我妈妈这边哼哼唱唱。
然后一开始我都不晓得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然后只知道说他这首的副歌妈妈就很常拿出来唱，然后等到我练到这首歌才知道说啊有我来问妈来唱的是无颜灰啦。好听吗？谢谢雷勇，父亲节快乐！祝福现在在聊天室的大家都父亲节快乐。今天记得跟爸爸说声祝福的话语，好不好？谢谢子兰，哇，感谢你们今天都用聊天室，不管是用彩绘还是加入会员来父亲这个频道，感谢你们的父亲，谢谢你们。我是只开中下午台，而且只开平常日的朱蒂卡，猪猪囤足机，但是偶尔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假日看到我，大部分都会可能是大概简短的，可能朋友的图带，或者是接地歌会的活动啦。对，因为如果只有1个小时以内的话是有办法出现的，对，但是1个小时以上的话，可能就これがそれが無理遠慮してください，可能就比较没办法。谢谢，感谢你们加入了猪猪的会集，感谢你们。我们今天来到了1年1度的父亲节台语歌会，也是第3次的父亲节台语歌会。很开心可以开到第3次齁，希望这个频道可以再次明年后年长长久久的，希望啦。对，可是说要开个长长久久的歌会，那种父亲节歌会，其实感觉也蛮可怕的，因为我们自己生而为 B， 也不晓得说我们到底可以经营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努力的去做可以做的事，不过这条路之后会不会到尽头，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就是只有现在能够努力的就努力啊！所以现在你们那个尽可能的就是且听且珍惜，把那个链接传给你们爸爸们哈，好，尽可能的我们推广出去吧。我是爱唱台语歌的台湾 V 剧本蹲猪鸡，希望让大家更多人认识猪猪哈。这不是都在捆吗？父亲节快乐！对，这首旋律很棒。那我们下一首旋律也是超赞的，《灰那里基》这首每次台语歌会必推。我看一下它的伴奏，等一下哦。啊，不行不行，这个有那个2节的声音，不行。看一下哦，好，我们升 key 哈，我们升 key 一下。花若日记，虽然去，搁开紧无共时，叶若落土随不去，果花已经无共位，恨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时，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魄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少龙父亲节快乐！1314父亲节快乐！大家父亲节快乐哦！
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声音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久想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撇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撇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谢谢大家。这首《灰哪离基》是被我誉为就是二姐她的专辑里面最鬼的其中之一。好，不是最鬼的那首，因为她鬼歌太多了。对，但是她以情境来讲，她算是我目前心目中的第一名吧。如果是二姐的歌单里面，二姐很多好歌，但是我觉得要找到另外一首超越她的也是有，但是每个人因人而异。但在我心中，《灰哪离基》真的是第一名，好好听。谢谢你们，大家的父亲节快乐！宇宙大小华妹的父亲节快乐！千秋父亲节快乐！爹地瑞的父亲节快乐！你干嘛用黑黑黑的脸？哦，谢谢刘妈的打 call。金红父亲节快乐！168父亲节快乐！大家父亲节快乐！不管你们跟家里的爸爸好不好，今天记得还是献上一个简单的祝福吧。如果你们感情不好，至少个简讯啦，至少个讯息啊。对啊，如果你们感情很好的话，倒是不用讲啦，吃饭啊、打比赛啊、讲干话啊，一定有的啊。或者是分享这个连结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台币圈还是有人在唱他们听得懂的歌的，好不好？我是迪卡屯主机，来，大家父亲节快乐！灰哪离基真的很好听，小师妹，谢谢你过来，很有感情吗？啊，多谢你欧乐，我真欢喜耶！也谢谢大家今天用加入会籍以及彩绘聊天室的方式父亲这个频道。然后如果说你们有初见的朋友的话，我们本频道高阶会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哦，欢迎大家加起来，谢谢你们。我月底又要做月饼了，对啊，我月底各位来这位尾饼啊，1年1度的中秋节猪猪的月饼又要推出了，对。不过因为已经到达了团扇的数量，所以呢我今年度我就不特别做 DM， 我觉得因为我担心我 DM 再做下去，我可能一整个月都在做月饼了吧，很担心没有办法负荷。对，但是如果你们知道说猪猪这个月饼的回馈，然后刚好这个月也有兴趣的话啦，欢迎早早加起来，因为猪猪也差不多要统计数量了哈。我看一下那个图还在不在，因为我做了太多的高阶回馈给大家了，所以不是，这个是蛋糕，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高阶会员满12个月的各种蛋糕啦，客制蛋糕。对，这个是蛋糕。月饼呢？哇，睽违了1年前的照片在哪里？我找不到。刚好这个时间，让你们批判起来我的高阶会员回馈月饼呢？
好，带爸爸去吃麻辣吗？可以，可以，可以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在西台湾这样子吗？爸爸，西台湾哦，啊，会很远吗？刘妈妈，刘妈会很远吗？我只知道刘妈在台湾的正中间，刘妈在台湾的正中间。迪卡就要媲美不二家的蛋黄酥了吗？应该是不会啦，对，因为毕竟个人是你说我要做到30份，实在是也不可能。但是之前最高纪录好像一个月做到23份，我真的快吐血了。啊，ありました。これだよ。这个我们本年度也是推出去年一样的精明干念酥跟老婆酥。啊，对不起，这个是一开始没有印好的部分，这个是一开始没有找到那个好的方式，然后印得很丑，然后之后我就很厉害的找到诀窍了，所以这个是精明干练酥，还有绿豆椪，还有老婆酥，哦，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随机出货，然后后面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有颜色的那个是彩虹，对，那这些的彩虹酥我里面。今年我要放芋头，我不管，我就是要放芋头，我不管，因为我是芋头控啦。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好啦，如果就是你们想要吃猪猪1年1度的特制月饼的话，可能高阶会员要快点加起来，或者是透过绿界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多谢大家，温给小来测光，也欢迎把今天的连结1年1度的台语爸爸节歌会丢给你们最爱的爸爸，好不好？今天这些歌。绝对一定100%爸爸绝对听过，要是哪一个爸爸没听过，第一熊笑脸啊，一熊笑脸啊，第一他太年轻了，第二他太年轻了，第三他太年轻了，就这样，很像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了。好啦，对啦，但是我尽可能的唱，爸爸们应该都会知道的，好不好？来，下一首歌。我们会有加蛋黄，然后これはハタリ呀，母亲节快乐，雷勇。老婆月饼应该不会有咸蛋黄吧？我记得我去年的绿豆椪好像有，不好意思，总裁们，我去年的绿豆椪有加咸蛋黄吗？我忘记了，我好像都会加，怎么可以不加？尊爵不凡就是要有咸蛋黄啊，是不是？芋头猪脚嘛，好吃，超好吃。第4他是外国人哦，是，对，我差点忘记了，达人是要省教，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要喝假，这个学姐，我要喝假，哎呀，只记得很好吃。好，我们总裁只记得很好吃，忘记有没有加咸蛋黄了。好，我自己都忘记有没有，我记得有，我记得应该有吧，我应该都会帮你们加尊爵不凡的咸蛋黄吧。咸蛋黄在中秋节这是供不应求芋头超赞，好不好？好来，这首歌曲江蕙我爱过，这首歌也很有名啦，爸爸妈妈一定都知道啦。来，有印象就是说过月饼就肯对呀，怎么可以没有咸蛋黄？很好吃啊，是不是？欢迎各位总裁们回卵，谢谢大家来继续瓜我爱贵哈。好吃到失忆，万坛阿桑靠昂，不过不好唱吗？猪猪有空再去听看看。万坛阿翔老师也是很鬼，他是个鬼才，超厉害。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两字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说。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一个爱你的机会。
你对的爱已经真多，我毋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受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丰沛，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欢迎梦游，梦游伊拉塞，父亲节快乐哦！欢迎各位把我们今天的频道连结分享给爸爸们听台语歌曲喽！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快乐，大家都要快乐哦！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因为，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长日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庆祝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毋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庆祝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毋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受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放下过去你的丰沛，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来自江蕙的经典歌曲《我爱过》，这首歌恁爸爸绝对有听过啦！有哪一个爸爸没听过的？告诉我，我现在立马说我自己是猪。我本来就是猪。午安哦，林双，大家都父亲节快乐！金红，谢谢大娃，谢谢星辰，哎，父亲节快乐！5500，谢谢德威肯，谢谢浪波和，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让我有猪猪看吗？我们这位天总哈，已经嘛被整笑哎。你绿界又直接给我丢半年，18500块，是怎样？你们都可以把那种数值那种丢成185块这种数值，是不是？大佬的数值跟我家数值不一样。小天，父亲节快乐！湾南阿翔永远的靠岸吗？哦，多瑞捆，好，谢谢，我再去找看看好不好？你没听过？我说的是你爸爸，不是你自己，好不好？我记得是18500吧。我记得啊，小天你不要装死哦，我看一下，我记错了吗？我记得是18500啊，对呀，哦，18200是不是？哦，对不起，哦，
哦，多了300块，我记唔对啦，我都记唔对咩，我得记你唔好吼。好，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薛丁格的300块在哪里，那个300块去哪里了？我不知道。你看我跟他奶，你看我跟他奶，那个300块去哪里了？我不知道。你看我跟他奶哟。好啦，来，涨价了。好了，你们不要再仰望群老了。阿义师，你已经在我的那个高阶会员已经冲到已经两年以上的年资了，你们不要就在那边又装萌新了哈。我们家的萌新很贵哦，装一次3800哈，代价很高的哈。你看我跟他奶，你看真我跟他奶呀。而且各位爸爸们，今天我们这个歌会结束之后，萨瓦达拉呆后呆马上，我要好好的骂到你们这群臭爸爸们啊！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好了，我记得另外一个版本比较好听。对，这个版本应该是原 key。我淡薄阿妈的 key 味的无味的真杯送给大家，所以我今天有淡薄阿妈的 key 味哦。阿妈不捌你，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伊讲上电视天的锁匙，锁匙拍开有雨水。阿妈不捌你，但是有一张真杯写予伊。过几十年毋捌听开，伊讲写字不如修诗。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惜伊，无留半日就当了过期。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惜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情杯拢无你，一生变一暝。我甲阿妈问，阿妈的金杯是写啥物？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字变情意。欢迎大家来听爸爸节台语歌会，欢迎把今天的我们配信链接传给你最爱的爸爸、阿公、阿祖，或者是先人们。即使或许现在见不到面，但是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在天空中听到猪猪唱歌，也会很感谢的。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惜伊，无留半日就当了过期。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惜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情杯拢无你，一生变一暝。我甲阿妈问，阿妈的金杯是写啥物？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字骗情意。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字骗分开。
哦，我刚刚唱到一半，其实心里在想说，我可以唱台语歌给你们听，真是太好了。对，然后也觉得说投入 V 圈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其实每次接触台语都是很百感交集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很讨厌台语，我小时候很讨厌我爸爸，超级讨厌，超级，因为我觉得他都不照顾我们，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想跟他联络吧，然后但是因为小时候那些台语歌或者是纳卡西对我影响这么的深，也是我长大才知道。然后现在我跟爸爸的感情超级好，然后也谢谢朱蒂卡自己去接触了这些台语，愿意再去把这些东西唱回来。阮是阮兜全家伙啊，台语讲到上烂、上烂菜迄个，但是会当伫遮唱台语歌曲，互恁听，真正是足好足好的代志，足感恩呢，感谢多啦吼。我刚只是唱到一半，只是觉得说很感谢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坚持再把台语学回来。不然，其实我跟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我觉得我讲不好，我都被嫌弃。我为什么要讲？然后直到我去学习台语跟台语歌，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些东西存在于我，已经变成一个基因了，已经变成一个 DNA 了。因为我真的从小就是爸爸很爱唱歌，很爱泡茶，他就会把我抓去那种投币式卡拉 OK， 真的就是那种拿卡西的那种场所。可是不是那种很哑巴的场所，因为爸爸他也很保护女儿，他只是会去跟他的唱歌的朋友拉比赛，然后讲的那些台语我都听不懂，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些环境对我而言，我就不懂那些东西，我觉得很无聊啊。然后长大之后也比较喜欢日本的文化，所以选读了日文科系。然后那些日子还不会想说特别要去讲台语，直到我投入了文创圈，我才发现台语很重要。然后因为这样子学习台语的动机出现了，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儿时回忆让我在学习台语或者唱台语歌的时候，可以特别的有捷径吗？对，所以我并不是台语讲的最好，或者是唱的最好的那一个，可能，但是家庭的耳濡目染，对，让我比较有这个机会去试错，然后比较多机会可以随时被纠正，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唱的这些可能不是很多年轻人知道的台语歌，但是我就是想要唱下去。今天我唱的这些歌都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很开心可以分享给你们。これは日本人の方じゃないよね、ふみちゃん。好，大家拜拜哦 ，Kimo， 谢谢你们，大家父亲节快乐。我觉得讲到家人这一块，其实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结没有办法解开，对。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急不来，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其实有好多年没有跟爸爸联系哦。但是等到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想去接触自己的家人了。那个时候就代表时间到了，所以不管你们身在什么样的阶段啊，对，都不要去勉强自己。听歌吧，西瓜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们，谢谢。爸爸知道有一个这么棒的老婆吗？哎，好，我们现在接下来下一首是林心的歌，好，谢谢。我们很过分，可以唱台语歌真是太好了，而且一年一度的爸爸节，我就是坚持每一年都要唱台语歌，歌会是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的。但是他其实还不晓得我在这边唱歌，他其实不知道。对，大赛，我们这位亲切的友人又要当你账号了吗？我们亲切的日本友人又会到亚 S 账号吗？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卡斯，你问我人生是为着啥？我会讲为着三顿，为着生活，甲为着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
有人认为这是为着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足久唔知影笑容写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我真命干练呢。欢迎大家。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讨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多痛。因为你嘛知，咱永远为着别人在活。
连心的歌，这首歌要是你们家爸爸不知道，我投给你。直接这个插豆插得很猛哦，就说我是猪已经完全没有一点杀伤力了嘛，我投给你。我说真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菜菜拉赛，父亲节快乐哦！越来越凶狠，代表这首歌一定大家都知道了啦，好吗？要不然下一首嘛，下一首我跟你讲，这首歌你们家爸爸不可能不知道。大老婆证我不是我司徒峰，我没有吃兔兔。来，如果说他真的不知道林心的歌，这我现在不他抖，因为林心的歌家就有名的，好不好？可以拿到猪头，麻辣猪头。好啦，下一首歌不可能不知道，下一首歌怎么可能你们都我跟你们插斗，要不然你问你们阿公，这些歌哪是一唔知，我投给你。我说真的。这首歌你阿公绝对知影的啦，沈文成啊，为啥你都知道？毕竟是我们的教授嘛，是不是？爸爸听了是不是？因为他真的会唱到心坎里啊！来，古今啊，咪咪，你们去推给你们阿公，绝对知道，好不好？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还是会来关心。飘泊的咱你，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去，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好过。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一年，只有在梦中在相见。心爱的，想要安慰着你，是不是好合音呢？心爱的，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过今夜秘密。是不是？你们快点，现在现正，正是时候传这个链接给阿伯、阿阿祖。这首歌他们绝对听过，好不好？我们台币也是有人在唱他们听得懂的歌的，好不好？支持起来，是不是？不要投迪卡侬老婆就好，阿豪整个也坏掉了。父亲节快乐！要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还是会来关心。飘泊的咱你，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去，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好过，也无有往样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一年。只有在梦中在相见，想要安慰着你，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过今夜秘密。想要安慰着你，心爱的，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过今夜秘密。
首歌是以前的阿公神曲吧？爸爸还是阿公时代的神曲。怎么想迪卡流口水？你们都坏掉了，是不是？如果你们刚刚现正有传给自己的阿公或者是爸爸的话，他们绝对100%知道，好不好？是不是？我们还是有唱他们知道的歌的，好不好？欢迎支持台 B， 支持起来吼！来，紧接着古今啊咪咪不够，下一首。要是你们家爸爸不知道，我教给他，我教给他，而且还是前腿哦，前腿比较有价值哦，前腿很贵哦，好不好？前腿在我们那个猪肉摊贩是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哦。要是爸爸下一首歌不知道，我教给他。哦，去整理歌单，问问爸爸，可以啊，可以啊，他哇，欢迎啊，欢迎大家。刷中昂，那是恁爸爸唔知呀，我卡好你，吼，我卡好你，安尼好不好？阿公的话，猪猪拿去烧，没关系，所以我才想说，如果有在天上的仙人们，刚好在这个时逢7月份普渡的时候，也愿意下来听猪猪唱歌，很开心，好不好？好，大家都父亲节快乐！浩金刚聪父亲节快乐，好不好？传给外公了吗？这个查某唱歌好听，好不好？刷落来是刷中昂，恁阿公绝对知影，好不好？好，刷中昂，传给爸爸是你未来老婆的。你们传给他们就好，说个父亲节快乐，你们可以不要加说什么老婆不老婆的吗？这样你爸爸情何以堪？你爸爸还是想抱孙的好不好？你跟那个纸片人，请问要怎么生孙子？请问好不好？给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前脚撸起来才香，前脚是不是？要是只是过来刷电话，你爸爸唔知呀，我卡好你，安尼好不好？好想手手，可能等一下就到手手了。爸爸说不要用，我们家用后腿也是有500块的价值，好不好？猪猪喜，哇，孙行不？那猜那可能你外公会说你坏掉了，派气啊，哇，都知道。风一样的学长怎么样？尤大长就。我们给了爸爸，不是腿控，我们是这样子吗？所以我的讲那是恁爸爸唔知道，我的腿好你，不是好爸爸，安尼好不好？来刷中昂哦，这真正就有名刷中昂啊！可是我要男女对唱一下，我自攻自受一下，我可能要升 key 一下，我可能要自攻自受一下，子变身，是不是不合？恁爸爸绝对知影这首歌啦！啊，拍谁？太大声了，炸耳膜了！你们耳膜还在吗？好。今夜风寒雨水冷，可比红花落风顶。既然已分开。唔通搁讲起，我头只加添心好低哦！日思夜梦，为你一人绵绵情意，梦醒变成空，亲像你的梦，阮的心为轻松。为你我心中放，无见中秋又风动，只有玫瑰山中红。是不是领导爸爸绝对知影这首歌山中红啊？自己唱，对学姐我只能自攻自受，不然怎么办？今夜风寒雨水冷，可比红花落风顶。既然已分开，唔通搁讲起，我头只有加点心稀。日思夜梦，为你一人。绵绵情意，梦醒变成空，亲像你的梦，阮的心为轻松，为你我心中放。
规山中红。传宗接代不重要，能娶迪卡比出的就不需要什么功德了，是吗？这个真的是坏掉了。历史也梦，为你一人绵绵情意，梦醒变成空，亲像你的梦，阮的心会轻松，为你我心平淡。啊，不见中秋又风冬，只有玫瑰山中红。等一下，他怎么这么久啦？爸爸们以前的那个卡拉都一定要这种渐淡呢，渐渐的把它淡出这样子。爸爸的年代是雪中红，我的年代是你的年代是那不是雪中红哦？有这首歌是吗？猪猪想起外公哦，真的吗？有哦，很多静香歌曲都会出现。然后对不起，我爸爸听的是棒棒糖，这不是。等一下，我不知道哎，棒棒糖雪中红那首我还不知道哎。哦，小泡芙，父亲节快乐！哇，什么棒棒糖的什么？这不是雪中红，我还真的没有 cue 到。不过啊，如果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是属于阿公的年代，或者是爸爸也是有对。但是如果是现在年轻爸爸的话，应该是会 cue 到这一首。我又要自攻自受了。等一下啦，等一下，先不要嘟啦，先不要嘟，很烦呢。哦，那是血在流，不是雪中红。我天啊，好中二！对，我想起来了，有那首歌啊，双人枕头可以，都是爸爸，你们爸爸一定知道的啊。来，我们这首歌。你们爸爸们一定知道啦，爸爸。我们现在来到了自攻自受的环节了。这首歌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哦，但是为了各位爸爸，全世界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翻车也是没关系的吧？梦中的情话，是真也是假？不管风雨怎样吹，温柔阮亲姐，梦中叮咛的话，虽然只有一句话，予我温暖在心底。真想要来用心交陪，拉茶，二姐，梦中的情话，是真是假？虽然梦境遐尼短，爱你永远袂反悔。梦中叮咛的话，山盟海誓一句话。望你谨记在心底，我会用真心来交陪。感谢你对我这坦白，好低哦！予我自始自发的机会，你应该在这里。所恋的滋味也试过，要予感情来认真摕地。只要咱相爱，规定美丽，就随缘分安排一切。感谢天的成全体会，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
好低哦，阿杜，你果然应该在车底的，怎么这么低啊？阿杜，你应该在车底，好低。梦中的情话，啊是真是假？虽然梦境遐尼短，爱你永远袂反悔。梦中叮咛的话，山盟海誓一句话，当你铭记在心底，会用真心来交陪。感谢你对我这坦白，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错乱的滋味也试过，又感情来认真地地。只要咱相爱规定美丽，就虽然困难歹一切。感谢天的成全体会，予人有一摆相爱的机会。感谢你对我这坦，对我这坦，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错乱的滋味也试过，又予感情来认真。好忙哦！只要咱相爱规定美丽，就虽然困难歹一切。感谢天的成全体会，予人有一摆相爱的机会。我超忙的，超忙的好吗？为了取悦你各位爸爸，朱迪卡拼了，自攻自受，好不好？这是自攻自受神曲耶，好新鲜的体验感吗？不会的 ，OK 的。希望你们可以常驻于朱迪卡的频道，绝对每日新鲜，好不好？每日新鲜老公现正供应中。你们没有听错，每日新鲜老公，我们聊天室各式各样的老公都有，好不好？任挑任选，好不好？找不到老婆来找老公，来朱迪卡这里找老公。父亲节快乐！没事，刚被盗。谢谢常驻，找不到老婆找新鲜老公，来朱迪卡的频道找新鲜老公。找到痛大家的方法了，我自己也痛到我自己。我们可以玩一下那个香囊金桃，好久没有玩了耶，好怀念哦。香囊金桃哦，香囊金桃是王世贤的啦，我唔知影呢。这首歌若是恁爸爸还是阿公唔知影，我会唱给你，安尼好不？直接读起来了。像浪景，好低哦。好啦，这首合唱的唱完，我们就要回归正常的台语歌回了。你背卡到那无力呀，好低哦！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寄托。太低了，等一下太低了。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为着你，千金万金我嘛敢担。啥人会着代替你的形影？爱你的太低了，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影？不行不行，果然很不熟。我等一下要回归正常的台语歌了。
低到不能再低了。王世贤，你也应该在车底的，你去跟阿杜作伴啦。好低哦。双人情到那无，也会孤单。每杯脚到那无，也会归寒。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情。好低哦，太低了，天哪！我嘛不惊，为着你曾经梦境，我嘛敢担。啥人会代替你？哎呦，每次都唱错音呀！爱你的心，爱你的心，你敢会？好啦好啦，我不行了，我们回归正常的台语歌。来啦 ，OK， 回来咯，回来正常的台语歌了。来，刚刚是从哪里开始整个歪掉的？怎么会这样？来，我们回归正常的。我的感人的情节都不见了，我的感人的情节都不见了。哦，雄心久点，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哦。老好香。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我痛甲疼？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乌名，不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
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友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乌名，出社会走总咧甲人定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友好时代，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乌名，不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哭出声无人惜拼命。落雨声也是这首江蕙的很经典的歌曲。希望下次父亲节歌会也可以听到《爸爸亲像山》，是不是？那首歌是谁的？有机会就去看看。也谢谢菜菜被歌声感动到嘛，感谢你们！今天大家都要父亲节快乐，然后也欢迎我们今天1年1度的台语歌会。虽然说我常常唱台语歌会啦，但是这个1年1度的父亲节台语歌会呢，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分享给你们家爸爸、阿祖、阿伯、阿或者是已经去当天使的先人们都可以，好不好？让他们知道台币圈也是有一些 VTuber 会唱他们听得懂的歌，好吗？谢谢你们，谢谢雅晨，谢谢哎，先生伊拉塞，父亲节快乐！好好珍惜现在啊！哦，杨宗宪的歌好，杨宗宪我记得在爸爸那个年代也非常的红，可是他的歌我好像不太会唱。来，暖暖的歌曲献给大家。这首歌不好唱哦，我还蛮少唱这首歌的，因为我总觉得我都唱不好。但是父亲节的大家就应景一下吼，甲你的爸爸人好调调，好不好？甲你人调调。瑞德伊拉塞，欢迎你们大家。奇怪，我今天的伴奏怎么都卡卡的吼？我要甲你人调调，因为惊你半暝爬起来哭。你难得心肝头，予你对人生袂搁忘渺渺。我要甲你人调调，不免惊见笑。世事有人想袂晓。需要一个硬甲头，我要甲你人调调，予我陪你手共调，不但你的忧，你的
手甲你的口，口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咱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孝。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瑞德，今天爸爸节生日哎！我当就不用没得ございます。生日快乐哦！还有父亲节快乐！我要甲你咱条条，不免惊惊惊减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行到头。我要甲你咱条条，予我陪你手共拼，分担你的忧，你的手甲你的口，口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咱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孝。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咱安安。大家今天记得给自己的爸爸一个抱抱哦。但是如果你们感情不好的话，那就不勉强了，至少一个讯息吧，这样就够了。至少一个讯息。就喝口水，我晚一点也会传讯息跟我们家爸爸说父亲节快乐。他知道我在网络上面很忙，可是他可能也不晓得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台，因为对爸爸而言，可能第一台对他而言是很陌生的事情吧。对，但是他知道说我在这里有大家过得很好。对，所以爸爸每次来，他就是会放着台语老歌曲，就是静静的享受彼此的陪伴。因为我爸爸他不是那种很尬聊的人，他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小时候会让我有一度很不太敢跟他沟通，是总觉得他说一我就得一那种感觉，就觉得哇，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长大了才知道说，爸爸的浪漫啊，真的是女儿长大才懂。爸爸的浪漫。来，下一首歌也是很难唱，也是我不太敢开出来唱的歌，假傲。不是假傲哦，你刚知影假傲是啥意思？假傲甲假傲不同款哦。还是得唱。因为这首歌很舒服，总觉得在父亲节也很适合献给大家。我要来假傲唱假傲，来，我要来假傲一个。假傲就是装厉害啦，假傲之类的。这首歌不好唱。这首歌很多咬字跟合口音，好难诠释哦。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
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我熬，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加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会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留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哦，这首歌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发音跟咬字。发音跟咬字有一些东西又会牵连到你的共鸣点，牵一发动全身。这首歌曲我不常开出来唱，太难唱了。有一日咱若老，有心不惊日又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加伫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我要打嗝，不要让你们听到。我要打嗝了，不要让你们听到。哦，情绪有到位吗？谢谢，谢谢，谢谢，我尽量诠释啊。这首歌对我而言是二姐的魔王歌，我一直如果要我开台语歌会的话，我不会主动开来唱的其中一首，因为好难唱哦。咖喱浪调调也是啊，咖喱浪浪咖喱浪调调那首歌我也觉得它也是很魔王，对，好坏哦，居然独享这样子。好啦，但是我唱歌不会独享啊。来下一首歌，心胸手热。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这个频道的连结分享给你们家的爸爸、阿公哦，或者是阿祖，或者是已经去当天使的仙人们。如果他们在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可以过来听啾啾唱歌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哦。但是不要吓我，我胆子很小，不要吓我，拜托，我唱歌给你们听就好。心胸臭啦。
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落了体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回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磨，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回来你爱我？我们欢迎16小公举，小公举你来了，父亲节快乐！今天有要跟爸爸吃饭吗？还是跟爸爸打声招呼，打个电话之类的吼？我们欢迎小公举，谢谢你过来。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我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落了体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回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磨，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回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回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拖磨，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回来你爱我？心胸手热，为何你对我这么心胸手热嘞？我当初在学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是心怀手热。我一开始都跟观众以为是心怀手热，结果我去听原唱才发现说，原来张惠二姐发音是发成心胸手热。可能是因为心胸手热唱起来比较好唱吧。如果是为何对我这呢心怀手热，其实也不会难唱啊。但是我觉得或许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心瓜这样就凶就凶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猛烈的那种心狠手辣吧。对啊，所以这个台语真的是很神奇哦。
有些地方可能我们口语的发音就是那样子，可是唱出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哦，南北腔调的关系是不是？来，8点档也是那样讲。你们有在看那种8点档，那种3立的，或者是那个时候？不愧是你各位 Michael， 非常熟悉我们8点档的情节。你各位 Michael 啊，我常在 DC 就是驾车逃逸，然后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很爱被撞，所以我都称他们是你各位 Michael。至于为什么是 Michael，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个 YouTube 打 Michael， 然后打乡土剧 Michael，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他们都很爱当 Michael。对，8点档的剧情已经被撞飞。来，感谢今天中午在这边陪伴大家唱台语歌的大家哦。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父亲节台语歌会，虽然说猪猪常常开台语歌会啦，对，但是只要是父亲节呢，我一定要把这些爸爸喜欢的歌抓出来，好好的唱过一遍。对，谢谢爸爸推荐我这么多歌，也谢谢爸爸从小就疯狂的把我丢到不管是拿卡西还是台语卡拉 OK 的环境嘛。耳濡目染。从霹雳火，真的假的？霹雳火，哇，非常的代表性，非常经典。来，把嘴巴亲亲。送给你各位，该醒了。你讲咱对爱唔通想计较，跋工前就爱寸步留，每一项总有人有泪无地流，也总有人将情深锁条条。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头。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唔甘过情关到残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渺。心底半嘴半情钱，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藏酒吞落。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甲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头。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唔甘过情关到残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渺。心底半嘴半情钱，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藏酒吞落。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甲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心底半嘴半情钱，
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甲惨石吞落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毋敢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谢谢抹嘴抹清净。好哦，我们现在稍微让猪猪摘个花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继续陪伴大家1年1度的爸爸节台语歌会。猪猪先下去我先下去楼下摘花。好，待会回来哦。啊，那太大声。好，休息时间马上回来。不生气的话，大家可以到置顶连结。我们台湾嘎吱底下狂想曲正式发行咯，然后连结的是就是可以听歌的很多很多的串流连结，对，然后Street Boys 我不知道有没有贴出来。好，总之也谢谢大家帮猪猪把台湾茄子带狂想曲这个纳卡西风格的这个伴奏把名次冲到了第2名。Street Boys 我也贴一下好了。来，这个欢迎大家在 Street Boys 帮猪猪好好的冲刺一番，我们差第1名，差最后一个名次了哈，目前位居第2名。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播放，稍微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架杠台湾味浓厚拿卡西伴奏。好，谢谢你们，猪猪先去上厕所，马上回来。
感谢水费，感谢他妈妈父亲的15块的本频道，阿里嘎多，茄子带镇魂曲，萨瓦达拉呆好。好，我们待会在爸爸节的歌会尾声，我们会来逮捕一下你各位坏坏的爸爸，骂倒一下你各位坏宝宝。对，不过我们目前呢还没有唱完哦，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演唱吧。好，好，我们继续吧。今天爸爸节歌会，欢迎大家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你们家的伟大的宝宝。好，下一首歌。我问你们哦，你们一直都有听到 echo 对吧？应该一直都有 echo 对吧？应该是有的吧？来，有哦，要确定有哦。我自己现在都不太相信我自己，不大吗？你们需要再大一点吗？你们需要再大一点的 echo 吗？我不相信我自己，我不相信我自己。等一下，哦，这样子应该就这样太大了，大小小的，我们小小的就好。这样子好不好？有吼，我不相信我自己，我只相信你们。人好，父亲节快乐！有吼，有的话我继续唱哦。好，我继续唱了。好，来吧。我相信自己是精明干，我只相信自己精明干练。监听设备觉得难过。好啦，短灯西，来吧。又下雨了。这首歌也是阿伦做的哦，超级好听。阿伦真的是才女啊！阿伦真的好厉害啊，做的歌真的都超好听。等一下前面怎么唱？有好多旋律都好像哦。我想起来了。在呀，曾红袖。但你要在呀，曾红。我把它跟宝贝搞错了。当我惊鸿一对醉。等一下，短灯西前面怎么唱？在呀，曾红，在呀，曾红。二姐救命！对不起，我请二姐恶补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整个被宝贝带走了，等我一下。等一下。二姐，借我恶补一下。呵，不能让你们听，等我一下哦。他胸跳跳，等一下。在呀，曾红在呀，曾红上心好，在呀，曾红上心好，怎么跟宝贝这么像啊？在呀，曾红上心好，今日就为我心做，他胸跳跳钢琴路。我发现他跟宝贝好像哦。在呀，曾红上心好。好，我要把宝贝丢掉，把宝贝丢掉。
好，我回来了，我把宝贝丢掉就没问题了。好，我一直想着宝贝的旋律 ，Oh my God，Oh my God。早呀餐好，早呀餐好，上幸福。今年就为我心中。好，我回来了。哎，台北的天空要下雨了，是不是？红尘学长又洗车了吗？我还要把宝贝先淡掉。早呀餐好，上幸福。好，来，我回来了。你在打雷。早呀餐好，上幸福。你就为我心中，他上条条工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断肠时该就伊，一字一字啊，所爱悲。三分醉，七分痴，十分伤心啊，梦中见。断肠时，梦破碎，一片一片啊，寄予你。你无爱，我离开，自一绵绵啊，无了时。断肠时该就伊，一字一字啊，所爱悲。三分醉，七分痴，十分伤心啊，梦中见。早呀餐好，上幸福。伊就为我心中，踏上条条工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早呀餐好，上幸福。今日就为我心中，踏上条条工情路，何必我头问几度？谢谢短灯西。
每次唱到这首歌，其实下一首不晓得为什么就很想要接康丘邦。讲到康丘邦，就会想到南哥蔡振南的康丘邦，真是超级厉害。谢谢大家的发起，父亲节快乐！你们都好棒。康丘邦，下一首啊，好，哎，这不是汉格仁夫先生出现了？我记得上次汉格仁夫先生也很热情的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说已是人夫，所以他在这边绝不转身。不是啊，我们对于就是名花有主的人夫，基本上不会特别 Q 转身，对。但是如果您也喜欢转身的话，可以跟我们长官他也身为人夫一起转身，好不好？好，没事被盗。这些花扛笑吧。对，南哥的歌声是会钻到灵魂里面的，很夸张，才会自己转。转身来我们本频道，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声呢？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声嘛？好，冷静，先唱歌。等一下，为什么会有二姐的声音？我没有要二姐不行，我这样子会被版权。二姐帮个忙。好，这应该没有二姐了，这应该就没有二姐了。好。古马伊拉塞，父亲节快乐！才会自己趴好，不是，也不是转性，不是，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那个声啊。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小无一看破。二姐气到自己想转身再转身，兄弟的部分吗？对，你们最爱的老公的老公，兄弟的兄弟，不是吗？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小无一看破。
阮世间爱情啊，同笑望一场风声，梦一个只有我，命是寂寞。一看破，命是寂寞，一看破。糖包总裁已大赛，我今天依旧遵循着本频道的宗旨，精明干练哦，继续精明干练哦。欢迎大家来到了爸爸姐的台语歌会，然后不生气的话，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歌会的链接分享给你们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或者是已经到天上当天使的仙人们，好不好？刚好迎合了我们起码在中完坡度吼，要是他们不嫌弃，在空中听猪猪的声音，也是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功德啦，好不好？做功德哈。飞龙在天，我今天可能不会唱，我真的是不会唱。对对，本频道的宗旨遵循着精明干练，把你们草字头去掉，尊重哦，尊重哦，草字头去掉哦，尊重哦。来啦，哦，这首歌是我们最近出现在选秀节目，也不算，很像是歌唱节目吧。我们的东方不败阿芳姐，波浪小塞，但是这首歌我记得张惠二姐其实也有唱过，这到底是谁先唱的？忘记了。阿泰阿奏也可以，是，阿泰阿奏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如果你们阿泰阿奏还是很硬朗的哦，在你们身边的话，请务必把你们的连结丢过去，好不好？波浪小塞。哎呦，这个伴奏有点大声。好，这样子应该是还好了。学长不要这样，学长。你敢有听到落雨声？亲像是别人在笑我。朋友的感情看甲遐呢重，心爱的人甲你相共，哎那安尼啊，哪会到今仔才知影？原来恁行甲遐呢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雨人，失望的心情无地放。相识的目肚内在讲白菜，予我心肝头是听几工。不信来听半日欺骗的话，莫搁讲遐尼多，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嘛我无想要哭，只想要离开两个，做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吩咐姊妹、两妹、三妹，一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的人再会。哪会到今仔才知影？原来恁行甲遐尼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雨人，失
失望的心情无地放。色色的目眶内底讲白差，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工。无人心内定伴你欺骗的话，莫爱搁讲遐尼多，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嘛我无想要讲，只想要离开两个，做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远好一暝、两暝、三暝，只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的人再会。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嘛我无想要讲，只想要离开两个，做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远好一暝、两暝、三暝，只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的人再会。再会啦，阿爸哟，再见，不要见。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精明干练，我相信啊。本频道的宗旨一直遵循着精明干练，不是吗？好，谢谢汤泡哥，猪猪会喝水。爸，我回来了。丁爷像是休息时间嘛？我看到丁爷好想吃肉肉，我的肉肉。猫儿子有声音哦，不要骗妈妈没声音哦。基贤，大家都父亲节快乐，丁爷父亲节快乐，然后猪儿子父亲节快乐，之前父亲节快乐 ，Lokta 父亲节快乐，大家都父亲节快乐，吧唧吧唧！欢迎大家今天把这次的歌会链接分享给你们家的爸爸、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阿祖、舅公、阿伯，还是隔壁的老王，都会使哦。让他们知道我们台币圈也是有人在唱他们听得懂的歌啦吼。然后每次都说，那少年那看黑啊，那光都听无，每次都这样被呛呢。我只是想第一个台，我还要被他们呛说那些歌都他们都听不懂。我今麦就唱这些歌，恁绝对有听有，好不？这些歌要是你爸爸妈妈那是唔知，你阿公阿妈那是唔知，我就是D，好不？我就是 D， 好不？好，我本来就是猪，谢谢大家。我喝口水，我本来就是猪。丁爷的肉肉哇，不是水果大哥，父亲节快乐！我差点不小心讲的生日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去楼下广场放出来吗？可以，欢迎到广场放出来，尤其是那些在跳广场舞的阿公阿嬷，好不好？让他们知道我们看 V 也是可以听到台语歌的，好不好？我看啥物蛙歌？嘿呀，这看啥物蛙歌对，每次都被呛。即摆不是啥物蛙歌呀，即摆那台语歌曲恁拢知影，好不？来，下一首歌。我这些歌，我这首歌唱了没啊？这首歌不知道唱了没？好像是还没。而且 Q 到什么虾米蛙歌，我都会想到什么上面西兰骨头，就觉得很好笑。上面西兰骨头刮 Q 什么的，爱着才知听。好，下一首歌，爱到才知听，爱着才知听。哇，客语歌我就真的不擅长，因为我本身没有客家血统。对，如果有客家血统的话，我觉得我会去学客语歌。但是我生活周遭基本上都是讲台语，所以
我这边学台语是会比较方便，可是客语的话，我这边可能不太方便，因为没有客家协同可以问这样子。对啊，很多客语歌也是很棒哎。嗯，好，下一首歌爱丢叫再听哈。为着你今仔美丽来找我，对早起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加甲阮来作伴，有缘无也无正。我毋敢想，若无你讲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冷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空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相散。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当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才知影疼。为着你今仔美丽来找我，对早起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有缘无也无正。我毋敢想，若无你讲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冷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空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相散。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才知影疼。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相散。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到才知影疼。爱着才知疼，爱着才知疼，应该是爱着，还是爱到？
爱掉，好，算不管。来自于黄以玲的歌曲《爱掉》，加在听。好。我今天唱还蛮多首的我目前已经唱几首去了，算不出来，等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哦，好，汤娃，你为什么算得出来？你为什么算？你有在帮我计算是不是？好厉害！好，还好，还没有到很坏的状况，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唱。所谓很坏的状况，就是我之前唱歌老师只准许我可以唱大概20首。哦，你歌单已经弄好了，也太屌了吧！谢谢他哇，感谢。对，但是最近有很皮的状况，我像昨天还是前2天唱到40首吧。哦，完全不能让老师知道。好，好，接着我们来唱这首，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不知道，这算是比较偏流行乐的台语歌哈。对，超过了，这首歌也很难唱怎么唱都唱不好，就是怎么唱都唱不好。即使我在爱唱台语歌曲，我也认为我怎么唱都唱不好。满天花蕊自beau悲哀。好，预备备。预备备。好 ，OK。这个好，这个应该可以用这个吧。哇，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分镜的氛围好适合唱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蛋为什么有夏子的声音？为什么又有夏子的声音啊？不是这个吗？好，这个才对。为什么有夏子的声音？有沙根莎，父亲节快乐！欢迎把今天的链接分享给你们家爸爸哦。有声音又跑出来了，快点，不然版权。7月，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阿东透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咧等，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命我哪拢无要无紧。才几暝看电话消息，我顶才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当时也怪你的记忆，路边。我街路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毋捌，想来啥物拢无，这阵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木的人，啥会落不明。他为什么跳了一下？他跳了一下呢？
跳了一下。压你的吉他啊，藏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白马啊，骑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土点真子香气香，咱无关世音菩萨若准讲你，你算着一次比叫你敢会看，搁刷落来去头前迄撮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偷偷仔行，牵你的梦，盼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份，写袂了的批，甲讲袂煞的话，引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哭，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再会啦，后世人再会啦。有一股很帅啊，他用力的时候。突然放大拉近了嘛？满天回路一组 Will Be I 很难唱的歌。是说克拉奇多了好多首新歌哦，我再找时间快点来学一下。而且克拉奇的歌都不好唱，克拉奇的歌都好难学哦。对啊，都不好学，难唱的。对，好 ，OK。谢谢大家，谢谢。来，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会不会被避损弄到呢？我们上次避损的时候疯狂避损哎，你们还记得吗？上次那不知道怎么了，疯狂一直被避损，好难过哦，就是怎样都要被避损这样。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没有被避损的机会。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爽话，伫这个轮回，情深剩啥货？要看你做，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伤多。免想做解说，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宽，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展翅咧飞，满世界做你的人咧跟。当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想做解说，予人心顶地。
人拢会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论啊，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面相催，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展翅咧飞，满世界做你的人咧跟。人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只看予人面相催，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展翅咧飞，满世界做你的人咧跟。人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的灵魂啊对甲必顺啊，我嘛无后悔啦吼。这首歌好好听哦，好好听哦。哦，今天我没有被避损，太好了，好险没有被避损，好好听哦。这首歌也是在好像去年开始吧，还是今年度，好像被一位日本人唱红，然后这首歌就大红特红，超红的。哎，谢谢 Leo 是送出了5个汇集，感谢送出了5个汇集，父亲的本频道，谢谢，感谢用这个汇集的方式，父亲的本频道，好不好？感谢感谢，好开心哦！今天大家都是狂加汇集的方式，父亲本频道这样，父亲节快乐！然后如果刚好有被杀中的话，刚好你也在场的话，记得感谢一下 Leo， 好不好？就唱的太好听，听得快哭了吗？我觉得是今天的滤镜可能那个。帮助大家可能就是比较晕眩之类的，好不好？然后也顺便生产一下，猪猪这个月是要做月饼哦。哦，月饼，如果你们对于猪猪的月饼有兴趣的话，可能尽早加入，因为猪猪要统计数量了。但是今年我可能不太会特别做 DM 宣传，对，因为本频道的高阶会员已经变成了一个团扇的数量，我担心我忙不过来，所以就这样子。宣传就好，就这样好，对。欢迎喜欢吃月饼的朋友，对，然后刚好对我们的高阶会员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月可以加一下，好，加起来，欢迎大家，我肚子好饿哦，我肚子好饿，谢谢 Leo 绿化了本聊天室，谢谢，我今天就是多了好多个会员，好开心，谢谢你们啦。然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再把我们最后一个汇集的贴图冲出来，对，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什么时候比较好，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是下半年吧，对，下半年我们来找一个名目，对，我们来找一个名目来冲一下我们最后一个贴图，把之前那个 YT 挡掉的大概800到1000的那个汇集送回来。之前其实5000个汇集是可以被突破的，但是 YT 它就是一直在挡，它一直在挡流量，所以就是大佬们大概被退了大概8000。对，不是8000，对不起，大概800到1000，对，我在算大概800到1000的汇集被退回去了，这样，对，所以我们就最后一个很可惜没有冲出来，我们今年度下半年再找一个名目来冲一下，对，找一个名目，对，就是名目，对，现在是下半年了啦，你们是很想冲是不是？
你们是很想冲是不是？只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啊，对啊，也要大家就是有那个余裕，才有办法一起冲。对，感觉你们跃跃欲试因为那一阵子就是大家很可爱，都少量多餐。对，大家还会去我的聊天室寻水田，少量多餐，超可爱的。我要找一个名目，让大家就是感觉就是有庆祝式的东西，对，或者是拔旗式的东西这样子。对，找一个名目这样，冲冲冲，而且我刚好前2天不是去团长那边，然后跟团长聊说，如果说有合作企划的话，会想要开什么样的合作企划嘛？然后我就跟团长讲说，就是酒杂之类的嘛，对不对？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对吼，你们今年都会想要有酒杂吗？不要也没关系啊。哦，应该是不要啦哈。好 ，OK， 我们下一首歌。完全不想等你们回复，就自己问了之后，然后有点后悔。没有，我们下一首歌好了，当我没讲。我们下一首歌。我觉得我的酒茶就不痛不痒的东西啊，就今年度即使没有也没关系嘛，对不对？不是撒娇台词汇吗？还是你们会比较想要撒娇台词汇，是不是？我原本想说，如果有冲到的话，就撒娇台词汇或者是酒杂，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齐立起来。等一下，为什么阿吹跟 Bruce 和他哥你们会在这里？这个讲到拔旗的主力，2位主力突然出现了，所以酒杂腻了，对不对？酒杂腻了，然后对于撒娇台有兴趣，是不是？我们是唱歌好了。等一下，撒娇台也很羞耻撒娇台也超羞耻的，好不好？就说今年10万就加总裁1个月应该是不可能。好，你们统整一下，因为我想说，如果真的有冲到5000会籍的话，可以如果有冲到5000会籍，其实奖励的看酒杂台或者是撒娇台，可以跟大家普天同庆一下。对，2位大佬都在，有点围这样。那个酒杂大家已经那个腻了嘛，对不对？没兴趣。那个撒娇台，那个这只猪就是有撒娇跟没撒娇一样，他自己撒娇然后还笑场，对不对？基本上没什么看头。我们还是唱歌好了，对，我们是唱歌好了，好了，对嘛？你看我们阿吹被榨干了嘛？对，我知道他为什么被榨干，对，我知道的，好不好？对，所以我们还是唱歌好了。好啦，大家量力而为啦，可能要先说好一个时间。对，我知道，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我今年都比较不敢跟你们立起，是因为说我下半年有蛮多活动的啊，所以立下去，万一你们活动就是干了，没有办法参加或没有办法买怎么办？所以我就是会普遍就是比较保守。回忆一下猪猪去年的酒杂是如何，很可爱，很可爱，好不好？很可爱，我自己有被自己可爱到，很可爱，好不好？没看头，自己会这样说代表怎样？没有，大哥，阿吹已经干了，我们这个旗可以不用拔，没有关系，对不对，大哥？我们这个旗可以不用拔嘛，对不对，大哥？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拔旗的话，大家一起来玩比较好玩。只是我们可能决定一个，我是想说今年度的话，大概就是再冲一次5000会籍，然后就让大家拔个旗。如果有拔到的话，对，然后刚好就是最后一个贴图有冲出来的话，那就看大家比较想要，可能就是情勒酒杂，就是照惯例，的情勒酒杂，还是说你们要撒娇台词汇，你们要给我表单啦，我没有办法这样直接跟你们撒娇。对啦，反正这些奖励性质的话，就是觉得说今年度如果真的要拔的话，5000会籍可以来冲一下。对，5000会籍大家就是有力出力吧。对，送1个是1个，送10个是10个，送50个是50个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也可以一起玩，因为还有1个月的时间，很好玩确定表单不会更羞耻吗？可是你们要我现在想，我也想不出来。那我宁愿看着表单，顶多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东西，那个我没有的东西捏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个我没有的东西。可愛くてごめんね。开表单想杀了你们吗？
喝一点就自动会撒娇了，大哥。我觉得大哥很像比较倾向酒渣。你们这群坏爸爸，全部都是坏爸爸！小心我让你们今天全部父亲哦，坏爸爸们，坏爸爸们，我们今天很开心你们来听猪猪唱歌。早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触ったら逮捕でいいでしょうか？いかがでしょう、みんな？爸爸たち、行きましょうか，みんな。今天的坏爸爸们，坏爸爸们，开表单应该会更羞耻吧？可是我已经不，如果真的是撒娇回的话，我完全不晓得怎么跟你们撒娇。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しら？坏爸爸们，好啦，也谢谢，就是猪猪频道，其实托大家的福，就是稳定的成长，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今年度其实比较多合作的厂商找过来，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比较偏向保守，不敢随便给你们力气什么的。对，因为我希望就是我的活动大家都可以过来，或者说有一些商品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对，所以我都会比较倾向说就是装死，或者是就是什么都不讲，等到活动释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这样，猪猪想当你父亲没有？我要唱给你们坏爸爸们。はい、次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粛清ロリカメレクイエム行きましょう。这首歌真的好可爱哦，唱久了会变得怪怪的，唱久了真的会变怪怪的。我真的是担心你们干掉啊，因为其实像拔旗、立旗的活动，或者是跑集资的活动，其实如果没有一鼓作气的一起上去的话，大家也会觉得说少了一点趣味。所以最好是大家都有宽裕的时间一起玩，其实会比较好玩，就是那个节奏会比较好笑。对，即使就是我气得要死，但是会觉得很好笑。对，然后就怕大家就是可能真的很干了，然后不敢投的那个状况下啊，就很可惜了一次活动这样。就是想把你们当爸爸，一日爸爸。我要唱什么，大哥？我要唱什么呢，大哥？我要唱给你们这群坏爸爸听。準備いいのかいみんな？我可能会翻车哦。如果我唱好，要给我奖励哦。我要吃棒棒糖。我要吃饼干，我要去迪士尼。行きましょう。ロリロリロリ神氷、彼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これは9歳のレクイエム。警察来喽！せーの、触ったらあたいほう、曲中で点火。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塗り紙でクイエン。将来はお前なんかに好かれたくない。泥水で口を洗え、放って会おうね。さあ、おまわりさん連れて行って、放送しか取り柄のないかわいそうなひウィちゃん、ウィちゃん待ってよウィちゃん、その姿親に見せられますか？ウィちゃん、ウィちゃんかわいいよ。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ロリロリ神氷、シュー間違ったやつらの用心、キューまともじゃないなら早く消えてください。ロリロリロリ神氷、髪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ほら、世の中にはこんなに気持ち悪い人がはびこんでいるんです。みんなさら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ね。触ったら逮捕、獄中で点火。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塗り紙でクイエン。はい、空中のいる皆ちゃん、空中のファミのお時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腐りきった耳をゴリゴリかぼしてよーくってくださいね。ざっこ、キモキモ、うるさい。
黙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嫌いです。かわいそう。ダサ弱みともない、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お兄ちゃんお姉ちゃんも希望もない子ミイラとメイラ、お物消毒110番、こういう結果発動、粛清時間ビーム、もう一丁時間ビーム、まだまだ時間ビーム、血の雨を降り注いだ愚かなロリコンを骨を吸いるまで浄化する愛しきの光、それがピカビームなどである。以下は全てを許します。この世で醜さを集めて描いてみるよ。真っ白なキャンパス、汚れて泣いている炉に振り向いた少女はそっと手をつかむ。楽園などないから。おっきなお友達みんな、お前らが落ち込んでいる今日には何の意味のあるの？ねえ教えてよ。リカ、全然わかりませんよ。ノリノリカミコリスキュン、さよならやななななななバキュン、いろろのをどうぞ、こねて手をしてあけよ。ノリノリノリカミコリスキュン、羽を鳴らせた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それが9歳のレクイエム。さわだ、逮捕、極中で喧嘩、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ドリカメでクイーン。本当に気持ち悪い。お前らたち、本当に気持ち悪いよ。谢谢马克先生，感谢彩绘聊天室。臭爸爸们，还可以吗？还可以吗？猪猪唱的还可以吗？今天是父亲节，我唱这首歌给你们听哎，还不快给我奖励！我要吃糖果，吃饼干，我要去迪士尼。好可爱哦。而且等一下哦，臭爸爸，才不要唱歌给你们听。本当に気持ち悪い。好可爱，助かる。谢谢马克爸爸的奖励。我才不要，好可爱！爸爸正在往真理的路上，爸爸都活过来了。好了，这首歌是我昨天算是正式开始练的吧。我以为我大概可能要练到大概8月底，就没想到意外的它蛮抓耳的。好，谢谢啊，水灵宝贝，你们怎么可以让水灵宝贝赞助统一布丁？水灵宝贝是我的好朋友。这个统一布丁，你们舍得让他赞助吗？坏爸爸们，我现在要跟水灵宝贝一起吃统一布丁了，你们吃不到，才不要给你们吃。布鲁西口大哥，谢谢你的棒棒糖，好可爱哦！谢谢，我要吃这个棒棒糖啊！我现在有布丁跟棒棒糖了，谢谢你们才会聊天室。感谢，我们现在有蓝色，我们现在有绿色，我们现在有黄色，哇，好缤纷！谢谢，我们长官爸爸，感谢这首歌的存在，把猪猪。谁说我吃小鬼？谁说我吃小鬼？长官爸爸，你在说？你说我吃小鬼？哪里吃小鬼了？你才吃小鬼，你全家吃小鬼。
哦，谢谢波水果大哥的糖糖，这是75块糖糖吗？好可爱，好可爱！我又获得了1个糖糖。我现在拿到了大哥的2颗糖糖，只有我有，你们吃不到。我其中1颗要分享给水灵贝。然后等一下，一美布丁好牛吗？这个我没有办法表情不好，因为一美是我很喜欢的厂商。牛妈，谢谢牛妈宝宝给我的一美布丁，好好吃。我也可以分享给不是一美宝贝，对不起，我可以分享给水灵宝贝吗？谢谢牛妈，贝轩牛奶冰棒钱钱，谢谢。哎，哈哈哈，父亲节快乐！戴耳机被警察约谈了吗？哇，大哥狂摔，大哥又给我巧克力，你看，哇，大哥你这个 tempo， 哇靠，等一下。谢谢广义的150块，我可以去买好多鸡排跟咸酥鸡。我今天也有鸡排跟咸酥鸡可以吃了，谢谢各位爸爸。我今天骂你们骂的这样应该不够吧？你们还想继续被骂？我才不要！我要吃我的饼干，吃我的咸酥鸡，才不要分享给你们这群坏爸爸，全部都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享给你们？等一下，我回来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聊天室。等一下，大哥有蛋糕啊，有蛋糕那个很像是草莓蛋糕。谢谢。等一下，哦，他娃苹果牛奶可以，苹果牛奶我自己也蛮喜欢买的，好喝。谢谢他娃爸爸的苹果牛奶，但是我不会请了你，我的表情还是回来好了。等一下，大哥，你现在是在刷彩虹的一个节奏吗？也谢谢薄荷爸爸给我的糖果，太棒了！可能没有办法去迪士尼，但是我很开心可以收到这么多糖果饼干。等一下是不露出那口，大哥就是冰淇淋啊！来ました！等一下大哥为什么最后一个是奶饼？大哥为什么最后一个是奶饼？不是大哥，你这样子代表这只猪是从15块开始，明明是可以吃一些就是正常的饼干，为什么到1500块就变成奶瓶？你去死吧，大哥！出现了，大哥传说中的彩虹，谢谢你们啦，感谢你们彩绘聊天室。感谢你们让我好像年龄缩减了，明明刚刚可以吃巧克力、吃冰淇淋、吃饼干，为什么突然最后居然是奶瓶？退化成只能吃奶瓶，出现了！大哥一出手就是一道彩虹，谢谢哇！谢谢小泡芙哇！给猪猪这个是甜甜圈、巧克力，然后还有棒棒糖，谢谢各位爸爸，你们都是好爸爸，谢谢你们啦，谢谢啊，你感动。猪猪的什么3元素就是嘎叽，等一下444没有错。也欢迎今天有出镜的朋友的话，我们今天不对，我们今天原本是很正常的台语歌回，我们今天原本是很正常的台语歌回。我只是想说，就是感谢有留到最后的朋友，想说给你们一个奖励。对，刚好因为我昨天在练习《是个谁呢？你干咪的歌耶》这首歌好可爱，然后我就想说，好，这首歌很适合唱给坏爸爸听，对，骂倒一下你们各位坏爸爸。对，给你们奖励，谢谢你们，谢谢啊，好开心，好开心。我今年度其实比较保守的，比较不会去怎么讲立起啊，或者是跑一些可能彩虹的一些什么赞助活动吧，因为就多了一些合作伙伴的关系，然后还有合作厂商，然后因为活动还没释出，然后一方面又担心说万一把你们榨干了。之后很担心大家没有办法参加活动，这个也不是我要的，对，所以我就会比较怎么讲，比较被动嘛这部分，对，但是看到好开心哦，谢谢今天大家好多会员，然后感谢你们的父亲，你们真的父亲了，对，久违的彩虹仪式，我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会觉得很想到一些回忆吧。对，当然并不是说就是现在你们就是不会了不积极，其实不是，对，而是我这边其实也会担心说压榨到你们的生活所需，
所以我这边会显得就是会比较，的确是比较被动，因为我希望之后我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参加，对，所以我都会还是希望大家量力而为，对，谢谢，感谢感谢，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模式？本来是快乐的，对，怎么？我原本想说，其实昨天练的这首歌感觉还蛮顺的然后就最后可以给大家一下奖励，然后谢谢大家的付金，有这些糖果饼干好开心。而且其实我最想去的其实是迪士尼啦，因为我很像其实5-6年没有出国了，对，我其实5-6年没出国了，但是我没有太把心情放在出国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是比较自虐啦，我就觉得生而为 B， 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多，我本身就已经是时间很少的人，所以总觉得很多比我还厉害的人都没有时间休息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休息？然后想到就会觉得说，希望把这些钱省下来，然后可以做更多活动或者更多事情，然后创造大家的回忆之类的吧。然后其实也很谢谢，就是我们其实有其中一位面线，每次，应该说之前他都会直接就是威胁我说，威胁好，他说我让自己太累了，他说我再继续让自己这么累，他可能就要直接把那个机票丢过来什么之类的，他有截图，然后我看到就会心一笑，我看到就觉得说天哪，好贴心哦，就是霸总式的贴心。对，但是我跟他讲说，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先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吧。对，先把你们照顾好。如果要出国的话，你们希望我出国，但是你们自己先出国也好，不是吗？你们把那些先留给自己，你们把自己照顾好，才有办法照顾我啊，是不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知道说你们默默的在帮我想这些事情，就已经很棒了，很感动了，好不好？然后。阿月你怎么出来了？阿月出现了。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很感动，对，我就只差没问说，那我妈的呢？对，好了，开玩笑的啦，流血的再滑下去，这个面线可能就GG了。对，我只是觉得说，天哪，居然连机票都已经有想说帮我买了的这个霸总式的关怀，我收下了，但是我机票还是没收下，因为我觉得。好了，我今年度真的有达到我自己的目标。我再跟大家普天同庆的一起规划一下迪士尼的行程，这样好不好？对，但是在那之前，请让我再努力一下，好不好？大佬发言了，这位大佬在哭。一张机票其实不贵啦，对，我知道机票可是暑假机票还蛮贵的暑假机票还蛮贵的，机票。我可以做那个联航之类就算了哈，只是就是谢谢你们有这些心思，我其实都知道，好不好？对啊，今日模式适应爸爸，留住爸爸，逮捕爸爸。谢谢不是一个爸爸，你请我吃这么多饼干糖果，还有大家请我吃这么多饼干糖果，就最后迎来的居然是奶瓶奶嘴，好有趣。对啊。日币要涨回去了，所以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先把日币换回来？可是我这个人其实就有存款的一个强迫症，就是说我自己户头的钱如果没有到某一个水平，我自己就会焦虑。然后所以我觉得怎么现在要涨回去了？讨厌。对啊，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即使到时候啦，如果真的有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些里程碑或者是成绩有达到的话，好啦，即使那个时候日币真的又升到很贵什么的，我还是会去犒赏自己的，好不好？好，那我就下半年再让我猪拼一下，对，然后如果真的有很好的成绩，好，那我就去迪士尼犒赏一下自己，好不好？对啊。出入境的时候，猪会不会因为是有可能哦？那你们要救我一下，因为是食物是猪肉被淡掉这样。会差被好，马克先生，那不如就到时候如果要出去的时候再换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就放宽心，我觉得一切看缘分吧。对啊，如果这些东西这些努力获得的成果是属于我的话。那个时候
再飞出去犒赏一下自己，我觉得也不会去 care 说那个时候日币又涨了多少之类的。希望它最后还是可以跌下来啦，但是就看缘分了吧。对啊，所以我今年度其实才在想说，先保守的问大家说，你们如果想立起拔起的话，我可能不太会用彩虹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冲5000会籍，我们再冲一次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是大家可以一起玩，然后可以送1个就1个，2个就2个，3个就3个，50个就50个，500个就500个，对，那个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玩的东西，对，我会比较期待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5000个会籍，如果到时候如果 YT 的流量又挡的话，看样子又是可以心软的时候了，对，但是到时候我们再来稍微拟定一下，对对对。哎呦，谢谢你们啦，宝宝们讲的好多心里面的话，我这些应该要放在会线的，可恶，我这些应该要放在会线的，对啊，对啊，好啦，但是就是今天就是很谢谢啦，透过父亲节，然后也谢谢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父亲这个频道齁，不管是用会籍加入的方式、赠送会籍的方式，或者是彩绘聊天室的方式，都感谢你们今天父亲的这个频道。但是你们还是要留钱给自己吃饭好不好？坐等牙医送2000个吗？我觉得基本上每一次的活动要参与的大佬们或者是朋友们，基本上都还蛮随缘的啦。对啊，我觉得即使到最后真的没有冲到，我倒是觉得反正大家有一起参与过的那个过程就好了。对，那至于到时候大佬们想要送几个，这个我倒是不好说。对，上次也是被挡之后心软了，是我承认我心软了，好不好？下次要冲到要配速吗？要怎么配？哦，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去年的演算流量的方法跟今年是不是有改变，所以可能要送了才知道吧。对，要送了才知道。钱钱拜拜吗？谢谢你们的钱钱，今天都被我们的频道付清了，谢谢各位宝宝们。我收到了好多糖果饼干，然后还有收到奶瓶，还有收到好多汇集，谢谢你们啦！父亲节快乐！我们祝福，不管是不是父亲，或者是未来有规划成为父亲、准人夫、老公的老公们，阿伯阿姆，或者是舅公、金伯、阿祖、阿太，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只求冲到，对啊，对啊，就是如果冲到的话，就是奖励性的配信之外，我们那个都就可以真的是圆满的加进去了，好不好？我们这个都，我现在笑你没有办法嘟我啊！你们没有办法嘟我，我笑你啊哈！好呛，我觉得我要被呛了。好啦，谢谢你们今天真是稍微付清了一下，但是记得留个钱给自己，或者是稍微犒赏一下自己辛苦的爸爸，吃顿饭好不好？就是5000没错。好啦，那就是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下半年可能找个时间，下半年找个时间，我们来冲5000会籍。那到时候可能再找时间再跟大家稍微的看说要拟定在哪一个时间，好不好？大哥一出手30块的嘟，但是我上你们没有贴图的嘟嘞，你们没有贴图的嘟嘞，我们要5000会籍，最后一个冲得到才有嘟哦。你们现在没有嘟可以用，你们就只能手动自己嘟，我笑你们。好可怜哦，都没有嘟的贴图可以用。好啦，我觉得我在 DC 又要被抽爆。也谢谢小泡芙今天的参与，谢谢各位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我们现在想想看，嘟嘟猪的 YT 贴图可是要怎么搞？长官，你先想起来没有用，反正现在5000个会籍没出来，你先想起来也没得用，你没得用。我好坏，我真的好坏。
记得拼图可以克制，没有，我不要，我不爱倒斗啦，学长卖好要倒斗啊，真正不爱啦。好了，我今天够呛了，我今天是下站帖了哈。我们今年度是否，我们这个恩恩怨怨在下半年5000汇集是否可以做个了结，好不好？我今天已经把那个仇恨值拉高了，我承认，好不好？我们这个拔起就需要一点仇恨值。大家拜拜。好啦，我们找降落的地点啊，好呛哦。谢谢你们大家，我们现在看一下要降落去哪里哈。对，我知道我在拉仇恨值，我都知道，我弄怎样哈，我在拉仇恨值，没错。就只有吃小鬼要素。我只是今年度不敢拿出来，好不好？因为今年度其实我想说有一些活动，万一你们先被我榨干了怎么办？而且重点是我从年初开始就已经在集资，就是可能那个原创曲的部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更不敢，我就把这个词小鬼收起来了，你懂吗？对，因为这个积下去，你们可能就是下半年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今年度其实显得比较保守。马克思说：“我上你嘟不到，你就只能手动输入嘟嘟，嘟不到，你们嘟不到，嘟不到。好，我们找降落的地点。好了，我认真找降落的地点，好不好？好像没完全。”怎么好像没有说完全？我是嘎代萨吗？谢谢你们。然后今天记得好好的抱抱爸爸，或者是跟爸爸稍微问候一下，好不好？我所谓的问候，不是那个问候，你们知道我意思就好，不是那个奇怪的问候，好不好？对，你们应该知道我意思。好好的问候，好好的问候。好啦，我是嘎代萨吗？好，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父亲节的我们来维尔这边来看看父亲节的小知识。可爱的龙龙维尔哈，龙龙之前也会常常过来跟猪猪打招呼，我们现在过去打扰他一下，刚好也在很应景的，就是父亲节类的企划哈，过去打扰一下维尔，谢谢你们，也谢谢各位爸爸今天的赞助以及父亲。谢谢你们，我是卡雷萨妈，我笑你们没有嘟，好啦，金片尾，好呛，好啦，我们相爱相杀，至少今年度有相爱相杀5000汇集的那个，对，我先把仇恨值拉高哈，然后这些恩恩怨怨可以在那个送汇集的时候再清算，好不好？对。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ウェル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维尔的频道哦。好，过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你们期待啊！你们解锁再说啊！大家拜拜！解锁了才有台子。